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有一块出名古早台语歌，歌名叫《放浪人生》。现代嘛有一首台语歌，歌名叫《放荡的人生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动，倒往动读第7条。读动这是读文音，这个动就有叮当水咧流，水目就拉伞，或者是毁坏意思。啊，若乌白开了，咱讲是动静；那动静财产，咱讲是动产。另外，放荡意思就是浪流连，要食唔讨趁。这个背音读做动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浪动，这个意思要挖放荡，代表讲一个人浪流连，要食唔讨趁。第二个词读做酸长，意思就是迫害。像讲咱新闻中嘛常常讲到，疫情这几冬，互这个观光产业去个疫情害了酸长甲真严重，就是迫害甲真严重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艺术品放伫遮，互大家来参观、来操作，结果一寡浪动囡仔、乌白变，拢创歹了，害遮的艺术品拢酸长甲歹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动，这是文音；另外背音读做动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